我係嘉華，我係一個玩樂器嘅人。我透過樂器聲音去創造空間俾聽眾。嘉華係一位多樂器演奏家，亦曾經係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嘅駐園藝術家。佢喺園區入面舉辦過多場靜心音樂會，以樂器嘅聲音引導參加者走入森林，喺林間靜坐冥想，放鬆身心。我嘅樂器佢啲聲獨特嘅位就係，其實佢哋都係令人帶嚟平靜，可以表達到我自己內心嘅音樂。佢哋都係一啲好自然嘅物質做出嚟啦，譬如係好似印度竹笛咁樣，佢嘅聲非常之 organic 啦，同埋有嗰啲好細微嘅瑕疵出現，但係同時都係因為咁，所以佢好有人性。我認為呢啲人性就係會令到大家覺得舒服嘅聲。Rav 鋼舌鼓咧，佢就係屬於一個好新嘅樂器，佢都係近呢20零年先至創造出嚟。佢有好多共振，你打一個音咧，其實佢所有其他嘅音咧都係喺度共振。咁所以呢種好多層次嘅和諧共振嘅聲咧，我覺得就應該係模擬緊大自然嘅聲音。嘉華視大自然係佢嘅演奏廳，原聲樂器透過共振發出最天然純粹嘅聲音，同山林間嘅鳥叫蟲鳴、風聲葉落互相編織成最療癒動人嘅自然樂章。大自然佢本身已經有好多聲啦，有一種最基本嘅一個交響樂喺度。我好多時係一路玩嘅時候，我一路其實係聽緊大自然周圍嗰一刻嘅環境嘅聲。佢有時會有躁動啲，譬如風吹過嘅時候，或者一啲蟲啊、青蛙、雀仔嗰批喺度叫緊嘅時候，咁我就會留低空間去聽佢。但係當佢平靜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去將我裏邊啲音樂又再揀咗出嚟。咁所以喺大自然玩音樂係一個同大自然一齊去玩音樂過程。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係唔識得唞，亦都唔會俾自己唞。喺音樂裏邊嘅話，我更加感受到就係要放低咯，唔好急住去達成啲乜嘢，而係要去聆聽。有個空間俾自己去聽到裏邊嘅旋律嘅時候咧，我先至有機會可以創造到真正嘅音樂出嚟。大自然裏面孕育咗各種動植物，有豐富嘅聲音地景同無窮嘅生命力。除咗為嘉華編寫樂章，仲為佢提供養分。大自然咧，佢有空間啦。佢有好多自然生態啦，好多動物啦，咁其實佢哋都係會好無形中提供一啲能量俾你嘅。翻返去日常生活喺城市裏邊嘅時候咧，其實係需要有自己嘅 practice 去創造翻一個空間俾自己，唔好俾外邊嘅環境受影響。咁你就可以喺裏邊去叉翻電，或者係自己你會heal翻自己。生活喺節奏急速嘅香港，要走入大自然，傾聽山林細語係一件奢侈嘅事。所以嘉華嘗試將大自然嘅聲音體驗帶入城市，將室內空間化成星空下嘅螢火大會。我哋身邊都好多噪音、車聲、人聲、電話聲，其實我哋聽覺係閂埋咗嘅。喺一個
相對舒服嘅空間，去重新打返去聽覺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再去感受返多啲嘢。大家最緊要咧就揾一個自己最舒服嘅空間，咁陣間你可以坐啦，可以瞓啦，同埋可以做啲喐動、拉筋啊、伸展啊咁樣。一般嘅音樂會咧就係表演音樂俾大家聽嘅，大家係接收。咁但係呢一個音樂體驗咧，其實係更加多係我去創造一啲音樂，而俾個空間大家去做自己，去返自己度。室內嘅空間咧，因為佢密閉，所以喺聲音上面可以更加 intense， 咁個體驗可以去得更加深。嘉華演繹嘅音樂冇既定嘅曲譜，每一個旋律都係佢根據當下嘅感覺創造出嚟。佢喜歡以竹笛、吉他等傳統樂器作為音樂嘅基礎，配合人聲重唱，再以循環效果器 looper 疊加上去。有個機會俾我真係靜落嚟去 explore 同音樂嘅關係啦，同聲音嘅關係，同埋同自己身體嘅關係。再加上音樂佢係有種好包裹嘅狀態，咁就會令我更加容易去進入頭先嗰種放鬆啊，嗰種 exploration 嘅狀態。我覺得音樂係有嗰個力量啦，去令到人放鬆啦，去療愈啦，或者去從一個好負面嘅情緒入邊再抽離翻出嚟，去令到你覺得平靜嘅。因為我係瞓咗喺度，去感受住自己嘅呼吸啦，觀察住自己嘅呼吸嘅時候，就好容易可以放鬆到啦，都可以俾我進入到我自己覺得舒服、可以休息到嘅狀態。呢啲自然嘅聲音同頻率出嚟，係幫助到我去連結翻一啲我已經可能失去咗連結嘅嘢，或者重新提醒翻其實作為一個自然嘅人係應該要點樣存在咯。如果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專注力放翻喺自己身上多啲嘅時候，會比較容易啲面對日常生活遇到嘅任何事情。今日嚟大埔架係同一班朋友一齊啦，咁佢哋都各自有自己嘅興趣啦，咁我哋就喺度互相交流，同埋去享受大自然。嚟到大自然咧，大家都一齊去回復翻自己最舒服、最自在嘅狀態，大家一齊喺度叉電，放低平時喺城市嘅嗰種防備，或者嗰種好要去做嘢嘅模式，嗰種緊張。特別喺香港咧，如果去過自己想去過嘅生活，去創造一種新嘅生活咧，咁其實係唔容易嘅。呢個時候就需要一啲志同道合、揾緊自己嘅方向去創作自己嘅生活嘅人。大家一班朋友之後聚埋一齊咧，就可以互相去鼓勵啦，有好多 inspiration 大家攞到。自己單打獨鬥咧係好辛苦，但係如果有一班人一齊嘅話咧，成件事好唔同。